美国总统 Trump 10日伫白宫签署行政命令，讲要调降药价59%，这是引起咱台湾的药界真烦恼。专家就警告讲，药厂为着要配合美国药价上优待国的政策，恐惊会甲其他国家的药价调悬。安尼，因为咱台湾的健保拢是用上价价效来给付原厂的药啊，安尼就有可能造成一寡药厂可能会退出台湾的市场。也卫福部是表示讲，政府有药品监测系统，一定会确保库存量有够。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时间10日早起宣布签署行政命令，把处方签给付的价效调降59%，要求美国政府甲制药业协商降低药品的价效，也就是甲国内药价甲国外确实的价效扭平。美国提出药价最惠国的政策，所引起台湾药界烦恼。是不是药品要停产，还是数量要减少？延长药都可能，专利的药都可能，尤其美国到台湾的不可以取代的有72种，大部分就是癌症的用药。各界烦恼，为了配合美国最惠国政策，药厂会重新调整各国药品价效。台湾健保惯是用确实的价效给付原厂药物，恐惊因为安尼袂少原厂药物会选择退出台湾，也是药厂因为安尼减少生产量，甚至放弃生产，引起欠药的问题。开发性制药研究协会嘛提醒，新药啊恐惊影响上大。所以势必你的上市一定要比美国晚个几年嘛。比如说重大疾病，它目前台湾里面还就是以目前的治疗，它没有很多的选项的哈。那像这种药品就会受到比较冲击，会比较大。协会分析，美国药品消费金额就占全球的1/3，市场真大，比起台湾市场小。而且目前因为健保算的价效确实已经有新药啊延后上市，川普药价新制上路了后，恐惊更加明显，甚至会输给其他国家3至5年。我们的健保署都可以有一个机制，都可以反映到癌症的药，如果对病人有帮助的药，我想我们是绝对站在国家的立场、政府的立场，绝对要让它用在病人的身上。卫福部强调，随时调整机制，业界是真希望政府会当提高健保的合价，安尼无全球关价抢药啊，台湾市场恐惊无法度应付。记者采访报道。